因为拜五开始天气会转淡冷，所以下年尾、跨年尾天气是真寒，还会落雨。上低温sẽ出现伫2024年的元旦透早，低温差不多是12度左右。准备有要去迎接新年，头一逝日头光的民众一定爱穿好少。拜二日时开始，气温大回转啊，暗过拜四受南风云系刷北。拜五东北季风增强，各地由南到北转湿冷的天气。综合各国气象资料显示，31跨年尾会有冷空气报道，强度伫大陆冷气团甲强烈大陆冷气团之间，相关会伫元旦透早。1月1号的清晨可能是最低温，跨年当天是温度是在下滑当中的。然后这波呢是属于偏干冷的冷气团，那只有北部、东北部的迎风面比较有一些这个短暂性的阵雨，雨量比较多。专家分析，跨年尾冷空气较大冷，照这方面，北部、东北部地区有南山的润雨，民众参加活动时阵爱注意天气变化。记者综合报道。